一鏡到底帶大家穿越啟德，由啟德大道公園直達啟德空中花園盡頭嘅郵輪碼頭，全程約6公里，急行1個鐘。舊啟德機場搬遷後就快30年，正逐步發展成為香港第2商業區，集住宅、商貿、旅遊、娛樂同埋基建於一體。啟德新區目前開發咗大概6-7成嘅面積。今日我們由啟德大道公園嘅最北面開始，喺一排公屋之後，首先可以見到2座對稱大樓所組成嘅雙子活商業綜合項目。呢度又係港鐵啟德站上面嘅車站廣場，右邊就係2025年竣工嘅區內最高住宅項目天璽天。旁邊的地標建築 Airside 上有寫字樓，下有商場，除了一般的商場設施，還有室內衝浪。喺車站廣場嘅標誌處，呢度回望一下頭先經過嘅幾個建築物，我們繼續向前。右手邊圍欄內嘅呢片空地係啟德車站廣場上最後一塊核心商用地，正準備發展成為零售餐飲設施。來到車站廣場嘅南面，呢度可以行上去上層通道。繼續向前，可以見到呢一層有天橋連通遠處嘅啟德體藝館，有呢度嘅樓梯返回地面，去睇下其他周邊設施。由此開始進入啟德體育園範圍。體育園除咗最大嘅主場館，仲有一個室內嘅體藝館、一個青年運動場、3個零售館以及戶外活動區域。在體藝館外面有一些戶外運動場可以租訂。穿過體藝館下面嘅通道，順便吹一下冷氣，我們來到另2座零售館之間嘅大道。有呢個樓梯行上去，可以見到整個青年運動場。呢度有專業嘅田徑跑道，市民都可以來短，分免費同收費嘅唔同時段。呢度就係可以容納5萬觀眾嘅啟德主場館，大型體育比賽、演唱會等都可以喺度舉行。沿住啟德體育大道，我們來到主場館嘅南面。由呢度落去就去到啟德海濱花園，連接舊跑道區兩邊嘅海濱長廊。繼續向東南方向前往啟德郵輪碼頭。沿住呢度嘅斜坡向上，就來到啟德空中花園。啟德空中花園係舊跑道區新起嘅各個住宅樓之間嘅高架行人通道，連接各棟住宅，貫穿頭尾。
呢度嘅樓盤普遍都比較新，綠化設施多，但附近無餐廳零售商，需要搭車去跑道區之外。未來呢度都會修建新嘅軌道交通系統。穿過啟德空中花園，終於來到盡頭處嘅郵輪碼頭。影片拍攝於星期日清晨，人流好少。呢排又冇咩郵輪停靠香港，所以碼頭呢度冇咩商店營業，只有頂層嘅天台公園一直開放。郵輪碼頭旁邊就係新改造嘅啟航133青年旅舍，租金比較平，但交通唔太方便。影片到此差唔多結束，返回市區嘅話，除咗搭車去附近嘅地鐵站，仲可以搭船。郵輪碼頭附近就有啟德公眾碼頭，係週末假日有船可以前往觀塘或者北角碼頭，1個鐘一班船。